他是我的朋友。下。我呢，你主不是没。同学们，你们好，我们又见面了，欢迎收看快乐汉藏语。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节课所学的内容。老主座，今年老大了几把个时候，大家自己老着黑经验，他妈的老的公民弄得能下就这些。下用医生，医生，明白，明白，护士，护士，明晓吧，明晓吧，确认，确认，认真，认真。医生和护士接到了抢救儿童的任务。医生和护士接到了抢救儿童的任务。明白当明晓别，是把小别连给当龙西。明白当明晓别，是把小别连给当龙西。同学们，我们先来学习这节课的新词语、新句子。老主座，托马我今年的名字啥巴了记得啊？名字啥巴？拳头，可嘴，制止，三巴，轻柔，养念，阮恒咬住自己的小拳头，竭力制止抽泣。然后给让给可嘴了所答呢，我三巴是。这个人叫阮恒，没得啦，然后是的。他很勇敢。可能没人到见一人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突然啜泣了一下。这才日子可罗不得我人啊？为什么呢？我就觉得呀。而且他紧紧地咬住自己的小拳头，竭力制止住自己的哭声。对大人让个可嘴了所答呢，我三巴人啊。医生问他为什么哭，俺别哭了，我就这样一直吧。原来阮恒以为自己的血被抽干了会死的，然后给让个传天上说呢，想到来的上呢，我的意思啊。医生轻柔地安慰他，并问他为什么要献血。他说：“他是我朋友。”俺比我讲别个哭了，先说些个，哭了传播给点建议去吧。可明白了，我能你主播这些。这是多么崇高的奉献精神呀！但是我嘛，哪能没比你多些的呀？好了，同学们，看完了这段情景动画，你们知道这些词语的含义是什么吗？呀，老主座，我认得了的词语就是大家姐，第一个名字三批个搞定了记得，他念这些。拳头就是五指向内弯曲握拢的手。可嘴呢，这个我的囊的跟别老比做大了些。制止就是指用强力迫使行动停止或者情况不再发生。我把呢，下来恭喜写的们就把上，人结巴了些。轻柔就是形容轻而柔软的样子。讲你呢，人家讲些念巴了些。同学们，了解了今天所学的新词语、新句子，现在让我们共同来读一读吧。老主座，
第二个名字沙巴的呢，罗中些啥子？大家今年的经典啊。伦敦下酒，拳头，拳头，克制，克制，制止，制止，三把，三把，轻柔，轻柔，将面，将面。阮恒咬住自己的小拳头，竭力制止抽泣。阮恒咬住自己的小拳头，竭力制止抽泣。然后给让给克制了所答呢，我三把是。然后给让给克制了所答呢，我三把是。骗子怎么做啊？老主错，第二个名字沙巴呢显讯，大感觉话那作业写错了具体连接。五个他念道理，我把西巴的公演错句，写出三路小毛洞的连接。呀，老主错，写出滥用大把的公式，卡、古巴、要想、连接上。同学们，让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所学的新词语。老主座，大家去第二路边他念沙巴的到下中这些。拳头，克制，拳头，克制，制止，三把，制止，三把，轻柔，将面，轻柔，将面。同学们，今天我们学了一些新词语，让我们来共同书写一下吧。第二，我去他念沙巴个中学里，大家今年的禁止一答啊。克制，三把，将面。同学们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，再见。老主座，第二个路径的连唱下来，打题目机。